喺牛市中抄出咗熊市，呢個係好多投資者，包括我自己過去嘅經歷，最痛嘅教訓。明明大盤一片紅，熱門股如中芯國際、小米、中遠海控翻咗好幾倍，卻把錢全集喺好似眾安在線、6060 HK 咁樣嘅下跌股上，越抄越低，最後好似陷入熊市一樣煎熬。呢個唔係單純運氣差，而係選錯股加行為偏差嘅經典組合拳。下面我融入真實嘅反面教材，包括巴菲特自己嘅錯誤，用通俗方式解釋點解會咁，同時俾出避免嘅通用思路。反面教材一：沉沒成本與確認偏差，眾安在線嘅越抄越低。陷阱，好多人最初買眾安係因為睇好佢嘅科技加保險，護城河覺得被低估咗，結果股價從高點22.75港元，2025年6月一路跌到而家大概16.74港元，截至2026年1月19號52周低9.54港元。儘管2025年保費收入增長，但係盈利波動大，行業競爭加監管壓力讓佢嚴重跑輸大盤。香港保險業整體回報92.5%，眾安卻 underperform， 點解仲一直加倉？呢個就係沉沒成本謬誤 （sunk cost fallacy），已經蝕咗好多，就想再加少少等反彈回本，加上確認偏差，只睇正面新聞，如分析師強烈買入，目標價24港元，忽略盈利不穩嘅事實。結果喺牛市中，你嘅持倉好似熊市一樣持續陰跌，錯過咗板塊輪動嘅機會。反面教材二：巴菲特親身示範嘅揀錯股。經典案例，連巴菲特都犯過類似錯誤。Berkshire Hathaway 紡織廠，佢買入時以為平，結果係可怕嘅生意，競爭力消失，花咗好多年先至擺脫。後嚟佢自嘲呢個係我買過最蠢嘅股票，機會成本高達2000億美元。Dexter Shew 1993年用 Berkshire 股票買下鞋廠，忽略中國廉價進口競爭，優勢迅速蒸發，損失35億美元。Tesco 英國超市股，早期買入之後遲遲唔賣多動，錯過及時止損，虧損慘重。呢啲案例嘅共同點，一開始以為係價值股，結果基本面惡化。但因為錨定喺初始判斷上冇果斷切割，結果喺牛市中抄出熊市，錢被綁死喺差生意上，錯過更好機會。點解牛市中特別容易選錯股，抄出熊市？行為金融學解釋 FOMO 抄底幻想，牛市熱門股追高怕高位接盤，於是轉向安全嘅下跌股抄底，覺得越跌越平。但係如果基本面冇改善，呢個就係 falling knife 接飛刀，牛市輪動快。資金全跑去 AI、電動車、航運、保險科技股就繼續陰跌，羊群效應加步定，睇到人哋賺錢 FOMO， 但自己持有嘅股冇漲，就更執着。佢只係暫時低估，忽略市場已經轉向其他板塊，錯過牛市嘅本質。牛市漲幅大，平均180%，但唔係每隻股都漲。分散唔好，情緒驅動就容易 all in 單一錯股，結果牛市變成你嘅個人熊市。點樣避免？巴菲特式防坑通用經驗嚴守，能力圈只投你懂嘅生意。問呢個護城河仲在嗎？如果好似眾安盈利持續波動，就別無限加倉。安全邊際加止損規則，買時要有低估 PE， 合理比同業低，跌破10到15%就檢討，部分賣出。巴菲特雖不愛硬止損，但承認及時切割係關鍵。多元化加跟趨勢，別把雞蛋放一籃。牛市中板塊輪動係常態，用部分資金跟 ETF 如恒生科技捕捉熱點。情緒日誌加長期視覺，每加倉前寫點解，新數據支持嗎？記住，錯過牛市冇關係。好多人錯過 Amazon、Google 仲活得好，但將錢綁喺差股上，先至係真虧大。總結。選錯股唔係因為冇眼光，而係情緒加冇規則，俾你將牛市變熊市。好似巴菲特咁樣，從錯誤中學習，佢公開檢討自己，下次遇到下跌股，先問呢個係機會定係陷阱，咁樣你先至能夠真正享受牛市嘅紅利，而唔係喺牛市中抄出熊市嘅痛。投資係馬拉松，紀律永遠比運氣重要。如果想針對你嘅持倉再細傾，隨時話。